首先要问候大家好。今天呢是禅摩春季课程的第6堂课，第6天。那么这一堂课当中，主要会接续讲法王密支多杰妙行解脱传当中的第13个颂文，跟这个颂文有关的就是密支多杰有没有写下那一篇批评宁玛派的这样的一篇文章。那么在之前课程中简单做过一个介绍。那么今天呢，会在针对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宁玛的这篇文章，还有密支多杰的一个回应澄清文呢，再做一个结语一个总结，对于这个事件做一个总结。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很多内容是在这些佛教史当中都有提到的，都有记载的，但平常因为我们都比较少看佛教史，所以今天最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这个可以说对佛教史提起一些兴趣，所以今天这堂课当中就多引用了一些佛教史当中的一些内容，但有时候讲多了可能会感到很无聊。我是不知道会不会无聊，但我个人是还蛮有兴趣的。那么一般来说藏传佛教有分为前弘期、后弘期。那先不多说怎么分的，总之我们讲后弘时期，当时有像这个智光，还有菩提光等等，还有破张极光、大义士仁钦桑波，还有贵固巴拉泽等人这些人都写过这些驳斥密乘中非正统的修持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文章。那什么叫做驳斥密乘中非正统的修持呢？当时就有一些人说是在修持这个宁玛，修持这个密乘，但是呢，他们的行为呢，却不是很正统，却并不是很清净。所以当时就有很多这些人写了这些驳斥那些人那样子不正统的一些密乘的修持或作为的一些文章。然而在当时其实那些所谓新密旧密，所以旧密就所谓宁玛这样的分类还不像是现在这么清楚。所以当时文章的这个驳斥的主要的焦点，所以主要是在驳斥这个例如双修这些错误的一些密咒的修持上，所以并不是在否定这个整个密咒乘，而是一些错误的或者不正统的修持。所以像这些错误的修持这些问题上可以说无论是新义旧义密乘是都会加以驳斥的。所以这些文章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说在驳斥宁玛派，并不是在驳斥这个旧义密乘，他们只是在驳斥这些密乘当中非正统的修持。那么阿底夏尊者当时呢来到了藏地，当时藏地西藏最主要的大的寺院就是桑耶寺。当时的桑耶寺呢有一个大的图书馆，当时呢阿底夏尊者呢
他就见到了很多在图书馆当中，他就见到很多他在印度都没有见过的这些密法的这个范本，不是藏文是范本，他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在印度的这样的一位大师，他竟然还有这么多他都没见过的这种印度的梵文典籍，竟然是在西藏的一座寺院当中被他发现。所以呢，他当时真的很随喜这样历代的藏王就对于佛法的护持跟弘扬，所以他就对这些藏王是非常的赞叹，说他们都是菩萨的化身。这样的一段故事是记载于阿底峡尊者的传记当中。这代表了什么？就是说在桑耶寺当中，当时就有很多这个梵文的这种原典。再一段历史就是之后有一位叫绰普译师，他是很出名的一位翻译家，他呢也到了桑耶寺，那么他就从桑耶寺当中也找到了一个梵文原典，是哪一部呢？就是秘密藏序。那这是宁玛派中可以说最重要的依据的一部序典，就叫秘密藏序。然后呢，辗转他透过别人就供养给了释迦礼戒。那释迦礼戒拿到之后，他看到了这个范本，他就相信了说，这个宁玛派的真的这个依据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序典啊，所以他就写下了一个这个秘密藏成就法，就是庄严妙化这样一部论点。现在这部论点比较少见了，应该是比较难见到。另外呢，在藏文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就是从印度文翻译过来的这一些论点，其中一个就是众有仙人就是 Vishvamitra 他所写的这个佛智秘籍大书当中，也曾很多次的引用到这个秘密藏序的内容。这是藏文的，这是佛智秘籍大书，这是印度的一位大师所写的，他也引用到了秘密藏序的内容，所以这些都证明说秘密藏序是过去印度就已经存在的。那平常呢，在密序序典当中，一开始会说如是我说，不会说如是我闻，然后再来比较不会说30，而是会说40，然后会说基础无量，还有这个就义密序当中，宁玛里面还会说这个金刚萨埵是作为坛城主，所以很多就这几种，大概有4点就会说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很多人会批评这个就义宁玛、就义密序，就是宁玛派呢，批评他们是不正统，就说有4点不合理。但是呢，其实在新义密序也会这么说，所以不能否定这个宁玛的这个正统性。再来在前弘期的时候，之前也提到过，有这个几部重要的藏经目录，有旁唐目录、这个登伽玛目录等等。在旁唐目录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有日光狮子和佛密这个神变八部和秘密藏序的这个注解，他们所写的这个注解都被收录在旁唐目录当中。还有戒扎西他所翻译的
这个对于身口意三序的这个变换这样一部论。这些都被收录在这部论，也同时被收录在庞唐目录跟登伽马目录当中。所以很多的序典你会看到，其实都在前弘期当中都被收录了。这也是证明说序典密序当时就有了。再来还有精通藏传大藏经的世尊理见，他就曾经说，这个米地还有一个人叫米地，还有大义士仁钦桑波，他们两人都有曾经将这个有一个叫真实跟大圆满相关的几部梵典翻译成藏文。那这里这位提到的世尊理见他不只是一位大学者，而且他特别对于这个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特别的精通。他可以说是在研究大藏经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再来，萨迦班智达呢，他也依据过这个梵本翻译过一个普巴金刚的根本序。再一位叫塔义师宁玛讲彩，也曾经说他在尼泊尔有见过这个普巴金刚这样一个序的这个梵本原典。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普巴金刚，这可以说是宁玛派很重要的一个序典。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序典，你这里提到的内容就是说是在印度以前就有的。再来呢，我们说之后大概9世纪10世纪吧，那时候在敦煌呢就大量出土了很多的文献，这里面就出土有像是佛密的这个他所写的大圆满相关的这些古籍文集它就叫培北古琼这样的一些文集。同样文献当中，敦煌文献当中也有一个普巴金刚序的一个源流史。所以你会看到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史料。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些资料不去加以研究然后就妄下评断说宁玛的序典都是假的，或者说宁玛是不正统的话，这是不行的。一般我们说宁玛派很重要，就是大圆满，它有这个心性、法界、诀窍3部这样的法。虽然的确这个在印度是没有这样的法、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不能说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没有这样的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过去印度在修持密乘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秘密的，不像是现在我们说修密来，大家都好像是到处的去宣传说来学这样子。就好像现在说来要考试了，来文书灌顶，然后来要这个做生意了，要投资，来给你财神灌顶。当然不是这样，真的是有这样做宣传但现在很多时候很多灌顶秘法都变成是这样在传。以前印度不是的，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给予这种密乘的法、密乘的灌顶。所以过去印度密乘的修持是非常秘密的。所以当时没有听说过这个法，不代表就没有人在修持，也不代表没有那个法。还有，就像前面也提到过，阿底峡尊者，他当时最重要的，可以说学习密教，印度的密教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一学府是什么？就是超戒寺。超戒寺的住持就是阿底峡尊者，而且他也是可以说是持有那个很多寺院的钥匙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他是管理很多寺院的人。也可以说阿底峡尊者是印度当时对于密教最熟悉的一个人。但是呢，结果他到了西藏的桑耶寺，就像刚刚开头谈到过，他竟然发现了很多印度都没看到过的密乘典籍，不是翻译成藏文的而是这个印度文的。
他当时就说：“哎呦，很有可能这些序典是不是由莲师有神通带到西藏的？然后真是不晓得怎么会有这么多。”当时他就说：“这个密乘啊，真的是无边呐、密法真的是无边啊。”他以前还觉得自己对密乘还有一点点了解，但后来真的是这个他的傲慢也被降服了，就觉得说哇，这个密法真的是无量无边呐、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所以当时桑耶寺一定收藏了很多这个印度没有的各种密续典籍，还有大圆满的典籍。但是还有一些学者，他们会这样说，他说这个宁玛的说法和新义密续不同，这是旧义密续和新义密续说法不同，因此说宁玛这个不正统。但是我觉得这样说也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密乘的说法和显乘也是不同的，不是吗？是否这样的话也可以说，因此就说密乘不正统了呢？所以真的是要小心哦，如果不全面的好好的去分析的话，就是想要去否定这个宁玛派的话，最后搞不好会这个弄巧成拙，拿这个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样了。所以一般来说，当我们要评判一个法脉是否正统，它的来源是否清净，其实只是靠上述的一些解释，其实还不够。我觉得还是要有这种考古学的这种基础才可以的。这种考古学或者这种历史研究为基础才可以的。这也是之前课程我提到过的，那我的真的是很深的感触，所以我一直在提到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的印度人真的不太注重历史，他们只在乎眼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只觉得就我眼前发生的事干嘛要写下来？哦，我今天吃了什么，然后我几点睡觉，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现在可能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后代人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古代印度人呢，他们只在乎眼前发生的事，他们没有考虑到为后代人留下什么样的记录。所以真的是别说其他的，就连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的出生年月日都说不清楚，现在还有各种的说法，然后有很多的辩论。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西藏这个藏传佛教还算好一些。这是从这个历史记载上来说，但是还是我们说前弘期藏传佛教前弘期的文献还是比较稀少的，而且主要当时一些这种藏地的分裂战乱所以还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历史是空白的，不短的一段时间历史是空白的，所以要研究这个宁玛派旧义密续还是很困难的。举例来说好了，举个例子，符合一般人认知的莲师的，举例说莲师的传记来说，有吗？有的，有一个就是多罗纳他撰写的传记加伽马，这就是符合一般人的认知的这样一个莲师的传记。除了这个多罗纳他所写的，其他的传记大多是伏藏，然后那些伏藏的传记，莲师的传记当中的说法和看法都不一致。结果呢，一般我们会说莲师呢去过哪里的说法也都是各有各的说法，有说他只去过卫藏，有的说还去过南方不丹，
上下多康，甚至说全藏区他都去过。只有连这个莲师到底在这个西藏住了多久、几个月、几年等等，这个说法也不同。而且呢，这每个不同的说法都很难去跟真正的历史的这个年表对得上，都对不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先把这种供跟不供的传记分开来谈，然后好好的去跟历史年表做比对，然后再用这种现代考古学的方式去研究，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一个是这个奴桑杰也是撰写一个叫《禅定木灯》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好好去研究的。因为呢，这部论点当中，他写了很多有关这个摩诃眼，还有这个禅宗，还有大圆满相关的内容。所以因为藏传佛教藏族很多人对于摩诃眼跟禅宗有很多的误解，所以如果你们好好看这部论的话，是不仅能够消除历史上对于摩诃眼跟禅宗的误解，而且能够对于禅宗和大圆满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会有一个了解，还有这个大圆满思想是怎么发展的，你会有一个认识。所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部著作，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值得去关注跟研究。但去研究这部论的时候，首先这个作者怒桑耶也谢，他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是包括藏王的时期。但是各位可能这个有识之士可以再多去研究，那这细节就不多讲。所以总之，我们从过去历史上看，一直以来对于这个就是旧义密续，就是宁玛派，一直是多有批判的。我觉得一方面来说，这是好的，因为这帮助到教法能够正本清源，也帮助到自宗的思想和修持的厘清，而且帮助很多历史真相的一种整理和还原所以是我觉得是有一种正面意义的。所以因此呢，与其说是摒弃那些批评的文字把它说这是不好的，甚至是不祥之兆，还不如说把这些人家的批评当成是一个可以学习、可以研究的这样一个素材，我觉得反而会有更多的收获，会更好。总之，讲回到我们这次要的这个主题就是之前课程有提到过的，那么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噶玛巴900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当时我们有出版过这个米觉多杰，就是对于批评宁玛的那篇文章的那个，就是那篇回应的那篇著作。那当时是 Natata， 就是本勒仁波切他们出版的，在纪念噶玛巴900年的时候活动上有出版的。总之呢，之前课程有提到第八世法王他撰写了很多丰富的这种显密相关的著作。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呢，米觉多杰他是一个对于佛法的思想还有修持都非常的可以说投入，而且他很有自己这种自己独到的见解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也因此呢，他的学习还有研究呢，不会像是有些人他的学习跟修持都是局限在某个小小的某部小小的某位上师的口诀教言上。法王米觉多杰他的学习跟修持还有研究总是面向的整体的佛教经论，所以后来可以说他是一个佛教经论这方面的这样一个专家了。所以讲到这种所谓专家学者，一般来说他们这些专家学者对于不同的思想流派，还有比如说在讲到有不同的法门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所以学者专家之间也会提出质疑，然后进行讨论，还有相互的指正。所以这在可以说这种学术界来看是很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方式可以说不是只有在佛教这种相互的辩论啊等等，不是只有在佛教才有，古今中外东西方各个领域的这种专家学者，可以说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进行研究和讨论的。所以尤其因此像第八世法王米支多杰这样的一位可以说著作等身呢这么丰富这种显密经典著作的一个学者来说，会有这样子的辩论这种学术上的讨论指正，就是再平常不过的。所以总之呢，我们对于那篇批评宁玛派的文章，先不急着对他下定论，就是说先不下定论说到底他是或不是米觉多杰所写的，先不急着下定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整个事件的一些背景情况，还有它整个这个事件背后的一些事实。那这些是我们应该要先去思考和了解的。那么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说到了其中一部分，就是米觉多杰他写了一个澄清的文章，一个论著，前面开头有说那篇批评的文章不是他写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还从更全面的从不同的角度再看这件事情。所以以下呢是我观察对于这整个事件观察到的一些背景一些重要的一些事实。那么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我觉得是跟他的个性跟性格有关。首先这篇文章呢是法王他46岁的时候出现的，就是那篇批评宁玛的文章，冒充他的名字所写的那篇文章。然后就在不久之后，法王就亲自声明说这不是他写的，他就写了另外一篇著作。但是很多人可能也会说，就算法王说不是他写的，我们也很难就此断定这个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子。
就像是一句话说"言为心声"哦，这个成语说的是一样的。就算法王说不是他写的，也很难，我们也不应该那么快就下定论说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得再深入一点，因为就像是成语说"言为心声"，所以我们应该再去看一下法王的性格，他的个性，再去看法王他是不是会写，这会不会是真来断定是不是由他所写的。所以首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就讲到米居多杰的时候，就我个人对于米居多杰的一个了解，也不敢说100%的认识他，但是呢，就我个人的一些了解哦，法王呢，他对于萨迦格鲁噶举宁玛，无论哪一个教派，他是都会提出质疑和嘲讽的。而且呢，这也不用我多说，在座很多的僧众们，你们也都看过他的著作，所以他的著作当中啊，都可以看到他的这种直言不讳。尤其呢，对于宁玛派的看法，在他撰写有一部叫做《变法与非法论》，收录在米居多杰的这样一个文集当中，写道：大圆满所说的见解和对于宗派的分类，从未在佛教当中看到过，还有透过按压双眼等等而现证光明的各种说法也非正统。藏地呢，除了阿底峡尊者从大昭寺的柱子取出的符藏，其他符藏没有一个是可信的，没有一个是可信，没有一个是真实的。这是米居多杰著作中有这样写的。另外，在他另外一个著作，就是《甲敦顿释者问答录》中，法王说，法王针对一个问题说，莲师在5个方面比佛陀还殊胜，因此莲师传承是完全正确无误的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法王的回答是，这样的说法是有法王的说法是有这样的说法，但这是这个不了义哦，它是不是这个了义，只是暂时的权益的一个说法而已。然而呢，不能因为看到我们上面看到法王的这些说法，就断定说法王是不喜欢其他教派的，或者说他不喜欢宁玛派的。只可以说什么呢？只可以说法王米居多杰是他只是对于其他的思想和看法，他做出了回应，然后他说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而已。他并不是要说出一个定论。所以仔细去看他的著作当中，你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米居多杰他的个性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直来直往，很直言不讳的，这是他的个性。有时候不说还好，还比较好，但是他常常就是想到他就会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呢也承认这一点，他也曾经自己这样说，我就是这样一个直言不讳的人。然后米居多杰他的弟子，像是巴乌祖拉陈瓦也曾经这样子说过，他的上师米居多杰是这样子直言不讳的一个上师，这样形容他。所以我想，一方面就是他的个性使然吧，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身为一个学者这样的一种性格。
就是他的因为一个学者的这样的一种性格，所以只要发现问题，他就觉得应该要去这个批判，一定要说出来。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法王米芝多杰，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就是法王米芝多杰，他的确对于噶举内部或其他的教派，他都有提出过质疑、驳斥和嘲讽。我没办法说他没有，事实上也不需要去否认他有驳斥跟嘲讽过其他教派，不需要否认这一点。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我们说就断定那一篇那个批评宁玛的、针对宁玛的、攻击宁玛那篇文章是他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一篇用提问的方式，然后从头到尾都是在完全是在批评攻击宁玛派的那样一篇文章那么以法王的这个智慧和经验他一定知道，如果这样的一篇文章一旦在这个藏地传开，它的严重性会有多大，它会造成的这种影响和观感会有多大，他一定是知道的。所以因此呢，我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不顾任何后果的还执意写下那样一篇文章，我不认为他会。当然如果有另外的有证明说真的是法王写的话，那我也没话说。但是从这个法王的性格上来看，各方面他不会是他所写的。另外还有大家也都知道，就前面我们刚刚也讲过的，就是法王呢，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上师，而且呢，他绝对是一个在这种思想上、见解上，他是一个敢说敢言的，然后敢做敢当的一个人。所以如果真的是他写了那样的一篇批评宁玛派的文章，真的他写的，他一定会承认。所以从他个性来看，如果真的是那篇他写的话，他一定会承认的。除了原因是他刚刚个性，就我们讲过，再一个原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米觉多杰之前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大师，像萨迦班智达等等，这些大师都是很出名的这种这样会这种驳斥他宗的这样的这些大师，不是只有一位，有很多位。所以惯例是什么呢？都是首先驳斥对方之后，然后如果对方反驳的话，自己就会再做出回应，是有这样的一个惯例的。另外，而且据说呢，米觉多杰呢曾经还请求这个色拉至尊写下回应这个果让讲巴还有释迦乔丹的这种回应文、辩论文。所以这样来看，他敢写下那篇文章，就是批评宁玛那篇文章，但结果却不敢承认，这实在说不过去，不太合理。而且也不至于在就是写完那篇批评宁玛的文章没过多久之后就否认他自己写了那样一篇文章。所以总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我们可以发现跟确认，就是很多事实都是偏向于什么呢？就是否定那篇文章是法王米觉多杰所写的。再来，法王也的确，米觉多杰也的确想要澄清那篇批评宁玛的文章不是他写的，所以他也特别之后
又写了另外一份这个文字。但是好吧，如果再退一步来说吧，如果那个批评尼玛文章真的是他写的吧，我们退一步来看，那我们可以来这个想一下，那么他写完之后，米直多杰他听到，然后或者呢，他受到了别人的这个驳斥之后，他应该会怎么样？他应该会可以说再补写一份文章，然后仔细去回应别人对他的这种提问，对自己的观点他会做更细微的这种解释，这样才是对宁玛派更好，而不然会是有伤害的嘛。但是真的很让人难过，就是后世呢，几乎所有的噶举派和宁玛派的僧人到处在说的还是噶玛巴否定宁玛派这样的说法，从来都没有提到过米直多杰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回应。所以我觉得这就是100年来这个纷争一直存在的原因。所以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为传承弟子，我们没有承担起好好可以说照顾自己教派和上师的一个责任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是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好的，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休息半个小时之后再讲。那么接着讲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后来还是有那么多的人，还有那么多的，可以说那么多各个教派的这些大德会反驳那一篇说是米直多杰写的，就是批评宁玛派的那个文章？我觉得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那我觉得最主要都是因为他们后来这些人，他们并没有看到法王后面所写的那份就是澄清的那样的一份文字，那份声明那他们没有看到的原因大概有3个。那么第一个原因，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呢？第一个原因是，那当时是16世纪的这个西藏，所以不像是现代，那么这个可以说那个当时的这个资讯是很不发达的，所以要通信然后要这个各方面都是很困难的，而且很多当时的这些经论都是手抄本，而且因为是手抄本，所以也都是孤本，就是只有1本，所以都必须要用手抄的方式再给别人，所以不像是现在要硬行流通那么的简单
所以现代人可能无法想象，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要把一封信或者一个文章传出去。不像现在我们说一个文章只要发布在这个朋友圈，或者发布在一个这个脸书社群网络，马上就几秒钟，可以说所有人很多人都可以看到。所以在当时的确很多人呢是看到了那个冒充了米居多杰名义所写的那个批评尼玛派的文章，但的确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没有看过之后米居多杰写的那一份可以说澄清的那个声明或者那个文字那篇著作。所以呢也不能怪他们。第二个原因是法王米居多杰呢在发表了那一份可以说澄清的文章声明的那个文章1年多后就圆寂了，是他46岁的时候写的，那么他48岁的时候圆寂的。所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圆寂之后，所以他写的那篇文章呢也就有点像石沉大海一般了，也就因为作者也圆寂了，所以也没有人再去可以说再去传这一份声明。就连呢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文献，就是米居多杰写的那个声明，也是1998年之后从这个哲蚌寺和布达拉宫当中，那里面有藏了很多米居多杰的这些著作，从那里面发现的。在那之前我们也都不知道，不像现在可以看到知道有这么一份。而当时这个珍藏在这个哲蚌寺和布达拉宫当中的这些米居多杰的著作是被这个盖印封存在箱子里面，有大概300年之久吧，都没有人看过的。所以别说那个时候了，你看我们到了快近代了，我们也都到了很久，都到1998年之后才知道有这样的文章，更不用说当时了。再来第3个原因，假设这篇这个反对宁玛派的这个就是或者说这个批评宁玛派的这个文字不是法王所写的，那就说明一定是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很敢而且是一个蓄谋已久的一个人，他竟然敢这个冒充法王的名字，他写出能够制造这么大争议的这个文章，可见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心机非常深的，就是蓄谋已久的心机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冒充法王的名义，然后也能够在短时间内让这一篇这样攻击宁玛派的这个文章可以说流传到各地，让这么多的人知道。他有能力这样子做到的话，那么他呢也一定这个就有办法就能够这个阻止法王的那一封澄清的文章流布出去。
因为如果越多人看到那个米居多杰之后写的澄清的文章的话，就会让他开始的那篇批评尼玛的文章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就只是变成一张废纸了。而且可能大家会发现，前面那个人是那篇文章是有人冒充的，所以可能还会这个追查到是谁敢冒充法王的名字哦，结果还追查到他。所以总之呢，这些种种的原因啊，就导致说那一份后来法王写的那个澄清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没有人知道，没有就是没有能够让很多人知道。别说那个时候，到现在啊，都21世纪了，我们能够现在看到这个文章的人也很少，而且只印行出来的也就是几本而已，有印成贝叶经的或书本形式的非常少，很多人都没有看过。所以更不用说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应该真的是没有看过的。那么再来，如果没有看过那一封澄清的文章吧，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肯定，当时的人大家基本上会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确认，就是所有看过那个假冒米居多杰名义所写的那个文字的人呢，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那是法王所写的。因为呢，谁会想到有人敢去冒充法王的名字来写呢？而且内容又是这么有可以说针对性的一个文章，又是敢那么去批评这个宁玛派，攻击宁玛派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文章，谁敢那样去写？加上这个拿到这封信的人，看到这封就是批评宁玛派文章的那个人，那些人可能是其他教派的，他们对于米居多杰的个性还有他的作风其实是不认识，很陌生的，而且他们也不关切这件事，不关切米居多杰的个性是什么。所以总之世世代代很多这些后人，他们都断定反正那篇文章就是法王所写的，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这件事就变得可以说变得更加的确凿啊。那么就像是这个板上钉钉的事情是一样的，反正大家都觉得那封信就是批评尼玛的文章，就是米居多杰所写的。那么最主要呢，当时有一个叫梭多北这样一位大师，他有回应米居多杰，他认为米居多杰所写的那个批评的文章，批评尼玛那个文章，所以他这段文字呢，他就说骗主圣王噶玛巴他所说的这段话呢，就那篇文章呢，总之是就不说细节了，就总之是如同佛陀所说的话语，总之是非常的好，用词非常的美。总之呢，从这样的一段文字来看就是这篇文章无论是不是米居多杰所写的，它其中的一些用词、观点、论点都是非常的尖锐的。所以呢，一些宁玛派的人如果是很敏感的话，他自然会提出一些异议和说法的，这是人之常情的。举例来说，就好像如果
有一位这个其他宗派的这样的一位大德写了一篇针对这个噶举派的文章，这种批评的文章。我相信我们也都会噶举派的人，我们也会站出来，会 react， 会这个说话的，这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宁玛派的人400多年来，不同时代的学者也都写过针对那篇文章的一些回应的话。一方面来说，我觉得这说明了他们对于宁玛派的一种爱护；另一方面来看，也说明了其实他们认为佛米觉多杰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一位大师，他的见解非常重要，而且很有影响力，所以他们会做出那样的回应。不然，如果是一个这个无名小卒随便写的这种文章，应该也不会有人去在意。所以最后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总结，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这种一种思想，一个见解，尤其我们在讨论是过去的一些人们他们的见解，还有他们的著作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们的再去去判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中一定要带着一种可以说客观的，还有比较冷静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不能因为这个别人的这种一种挑战，一种反驳，一种驳斥，那么你就变得非常的情绪化，这是不行的。所以你必须保持一种客观跟冷静，跟一般世俗人的这种这种叫什么斗嘴吵架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冷静是很重要的，同时呢，还必须要具备这种追根究底，这种精神去研究。我觉得这样子呢，可以说才是一种可以说符合专业或者说学术，甚至符合这种科学标准的这种可以说研究方式吧。其实这样的研究方式呢，也很像我们这种辩经。像辩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说出这个道理的，你要举出例证的，很清楚的例子，你要例证要举出来，然后要说出这个道理的，以这种实事求是的这种方式，然后进行分析，还有推理，然后最后得出结论。所以呢，在对于这种可以说学术研究上它不是意气用事的，然后也不能够这种很情绪化的，然后很无端的就去这种可以说批评别人，这样都是不对的。总之呢，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这种证据和理由，只是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仔细去听，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这样的内容，我们就要注意，不要被这样的这种话、这种评论给迷惑了，而且也不要被这种噱头、这种说法给吓唬住。
就把它当成一场闹剧去看就好了，就看看热闹就好了。有些人就是喜欢那样子说吧，就把它当成一种闹剧，看看热闹就好。원스타르든 징고야로 찍다 야한테는 지시나 게 과름 시타민도 삼 타바동 아주 심주 제백거리야 소수의 다시 세대 제거가 我们在对这些思想还有这些见解这些学术研究上那么我们分析推理还有论证之外，很重要就是也要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正还有建议。那不然呢，就是一味的这种意气用事然后再来自己的专业水准也不够的话，那只会用一些这种哗众取宠的说辞那就有点像说八卦引人注目一样，这在学术上来讲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说一下从历史上来看整个噶举派，尤其冈仓噶举和藏传佛教各个派别的关系是什么。那么在长贡罗卓太爷的著作当中有提到八大实修传承这样的一个说法，其中呢以萨迦派来看，冈仓噶举当中显正经教的这种教学传统，去找回这个传统的源流，就是传承自萨迦派的荣敦、谢迦昆西，还有蒋谦、让江巴、桑杰佩，还有他的弟子冈玛钦烈、丘烈那么亚等人。所以我们冈仓噶举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显正经论教学传统，原来是传承自萨迦派的，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再来跟格鲁派的关系呢，格鲁派里面也有讲说这种教授修持噶举派大手印六法的传统，那这也就是噶举派的一个法。格鲁派在密乘方面主要的修持就是密集、金刚，而这个法最主要的一个讲说的方式是依据的是马尔巴的传承，而格鲁派显正的修持次第以道次第为主，而这个传承是来自于阿底峡尊者。所以呢，除了在中观思想上可以说和噶举派有一些差异之外，这个在噶举跟格鲁在修持上来说，和噶举派的两者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再来呢，就六合法跟或者觉囊派来说，跟这个噶玛巴西跟让炯多杰开始就关系非常密切。过去噶举祖师也大多持有他空思想，从司徒确基主内之后，更多人都开始宣讲就是和觉囊派一样的这种他空思想，所以噶举当时在思想上可以说跟觉囊派是密不可分的，一直到现在。还有香巴噶举，还有西解就是师身法觉，还有金刚念修等等传承。那么也在
噶玛巴让冲多杰前后开始在噶玛冈仓盛行，之后也因为将贡康楚洛之太爷等人的这种弘扬持守的恩德之下，使得这个噶玛冈仓也成为这些传承的一个灌顶口传跟口诀的其中一个可以说重要的一个传承持有者。所以可以说藏传佛教各个教派之间没有哪一个教派是干干净净，就是完全独自自己一个人干干净净跟别人毫不相关的，是没有的，都是多少跟其他教派都一定有一些关联性的。尤其呢，在说到和这次的主题有关的宁玛派，那么这个实修传承冈仓噶举的创始者就是法王杜松前巴，他的父亲这个家族都是宁玛派的。一些说法，东扑谢热是他的父亲，有一些说是他的叔叔。总之呢，他家传的一个护法，说是自身佛母。所以总之，这个自身佛母就是从他父亲那边的家族的传承的护法传承下来的，所以后来也成为冈仓最主要的护法之一。他后来呢，杜松前巴也跟随法王扎嘎莫瓦学习了阿若大圆满口授等等，这些很多宁玛的法教。所以法王杜松前巴，无论是他父亲家族也好，或者他之后所学习的法来说也好，都跟宁玛派是有关联的。但你呢？这里也许就是的，刚嘛不过这人间的个语言啊，他们这我这许多还没都打忙他，许多还没都打，就你们的这把切说，我这需要。那么历代噶玛巴很多，没有办法每一代噶玛巴都介绍，所以主要介绍的是主要几位。再来是大成就者噶玛巴西，他的父亲传承也是宁玛派。那么这个噶玛巴西的这个父亲家族传承是13代这个咒师那么他们传承下来一个护法就是黑袍护法，我们叫马哈嘎拉，所以后来也这是冈仓噶举最主要的护法之一。所以这是我们这个马哈嘎拉护法的传承，也是来自这样一个传承。再来，他噶玛巴西跟随噶陀的巴江巴崩学习金幻心3部，然后他也很特殊的是，他能够回忆起过去生，他就回忆起他过去在因扎布提扎国王还有噶热朵界的时候，他学习很多，当时学习了新旧密续各种法教的事情，然后当时他得到了大手印大圆满这种无别渐修4身要义这种口诀的精华，而且他冈巴西撰写了非常多有关三余伽等等各种注解，在每一个文后，他这每一篇文章后面都会写说，就是轮回未空前此法未尽。所以就像我之前有提到过，噶玛巴西的著作是非常非常多的，但一种说法，他大部分的文集呢
都被收藏在这个汉地，因为他当时很长时间是这个住在这个霍尔这个地方，所以据说有100多卷，而100多卷冈巴西的文集当中呢，大多都是跟宁玛有关的这些著作。再来，他的弟子是大成就者乌金巴。那为什么特别提到他呢？因为他是冈巴西的弟子，第一个原因。再来，他是郭仓巴大师的弟子。那主要是他呢，从7岁到16岁，他都在学习宁玛派，像是真实，还有普巴金刚法等等。还有他从这个曲沃日山呢，取出莲师伏藏的这种长寿泉水等等。总之呢，最主要是他曾经到过印度，还有乌金这个地方。所以他呢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后世的义师们说在印度没见过宁玛的这些法，所以很多义师就批评前印密法宁玛派。他就说我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在一所寺院当中叫汤比哈拉寺院中，光是这个名为大圆满的梵本就有和大般若经一样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跟今天讲到这个主题有关，所以特别提到乌金巴大师。再来，大成就者乌金巴的弟子，同时是冈巴巴西的转世是谁呢？就是冈巴巴让炯多杰，第3世冈巴巴。他跟宁玛派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的，最深的一位。他最早学习宁玛派新旧密续很多法门，跟随的大师就是乌金巴大师。再来，他跟随了拈多瓦、贡嘎顿珠，也学习了完整的经幻心3部各种这些宁玛续典的口传学习。再来，噶玛寺的时候，他有一个静观说，比玛拉从他的眉间融入到自身，因此了悟了凝体这样的法，而就写出了这个伽玛凝体这样的一个法。所以虽然他可以说了悟上他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可以说证悟的传承，但是在符合一般我们说世间人的观感上，他觉得还是需要依止一位这个有宁玛莲师传承的上师。所以当时呢，他就知道有一位大成就者是成就者美隆多杰的弟子，大成就者他叫做日增古玛扎扎。那这位日增古玛扎扎呢，是其实曾经就和他一起在乌金巴和拈惹跟敦崩前面学习，是一起学习的一个同学。但是他知道他得到了无比大圆满证悟，是这样一位成就者，所以呢，他就跟随他在楚布寺的时候，就跟他呢学习了毗麻凝体这样的法。那不只是这样子在另外的一些文献当中也写到说，嚷真多杰当年见到了伏藏师贝玛楞哲子请求伏藏法的时候，对方是透过了羞涩这种黄色纸张赐予这个灌顶和口传。但是呢，依照这个嘉华雍敦巴撰写的一个凝体教史当中却提到说，是由伏藏师贝玛楞哲子取出这个康卓凝体伏藏时的助手，这个的助手叫做洛敦多杰崩所给的。
所以并没有提到说他有见到这个贝玛楞哲子，但这还需要我们再多研究。那么在另外在贤者喜宴当中也提到这个修格塞雷典，他们有一次在公布的时候呢，让炯多杰呢也迎请他，然后听闻了。听闻了这个所有康卓宁体就是这种叫空行要旨的这个法。주주지 상황은 현 수직을 마대면 제제 쇼도 되네 로 주주지 제래야 아니 정중도 지콘되지 슈 정중도 콘되지 슈도 아니 신내디 쇼스르기 이게 정중도 제래야 퓨제 아니 쇼스 다랑 거 토알이야 쇼스디 바 비토알이야 다 버지 머규르스 규르에 계속 되면 쇼스랑 거 토하네 아니 가서 카르닌티가 원론되게 상으로 정조도 나와야지. 이래 속샤. 다디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就说是修格塞雷典呢，是他把这个修塞的这个法再传给了让众多杰，是这样子。再来呢，宁玛派的最重要的一位教主就是龙钦巴大师。一种说法，他是这个伏藏师，这个贝玛楞哲子的这个化身。那么他们两人呢，都是持名古玛扎萨的主要大圆满传承弟子。那么之后呢，有一个直贡却节忍谦通错呢，他曾经说过，有这么一句话说，那么那这让众多杰跟龙钦巴两位都是大圆满弘法上弘扬上很重要的两个大师。那么尤其龙钦巴也跟随让炯多杰学习很多的教法，在龙钦巴的文集当中就有提到于此消除无心之疑惑，升级大乐任运金刚义等等。那结尾呢，龙钦巴还说到，愿我直至证悟菩提前，能生让炯上师尊足前，享受佛法喜宴之大海，得到疑惑尽处之极境。可以看出他们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让炯多杰呢，他不只是说听闻这个大圆满，他也这个教学这个大圆满，他也大力的弘扬这个大圆满。所以呢，之后刚刚说这位直贡却节忍谦不恩作就说，这个大圆满法的教主是骗主龙钦巴，但是呢，这个真的这个法让他如同这个大海一般视野广传出去呢，是访问让炯多杰。所以在雍敦巴大师撰写的一个宁体教史中就有提到说，在水阳猴年的1月，在楚布大乐的一个极境处我去过那里一次，那是一个就楚布附近一座很高的一个山，就这楚布大乐的极境处是一个山。当时呢，总之呢，让炯多杰在侍者阿舍利耶喜讲彩的请求下，
那他曾经这个逝者他写过这个噶举经曼传承祖师的传。总之呢，他的请求之下，那让中多杰就将这个大圆满法呢，法教呢托付给5个人，等等的有5个人，然后在同时旁边还有香灯，还有丝茶等等哦，总共有7个人，没有很多人，就这个大圆满的凝体的这个灌顶，所有完整的都传授给他们了。那当时是怎么样叫做这个法教托付，将这个大圆满法教托付呢？贤者喜宴当中怎么提到的呢？他说，让种多杰呢，他跟弟子们说，他觉得大圆满法真的太珍贵了，所以他非常的忧心，如果未来这个法教式微的话，就太可惜了，所以一定要传到各个地方去。所以他特别交代拥敦巴传到后藏、耶加瓦到康区跟工部地区去弘扬，还有耶谢港城到霍尔，还有汉地，还有梅隆巴下个巡奴呢，你去这个卫藏地区弘扬这个大圆满法。换句话说，就是他把这个弘扬的工作就托付给大圆满的工作托付给每一个人，就是让他们到各个地方去传扬这个大圆满法。所以也后来就让大圆满传承就在各地开花结果。所以以前最开始就只有1、2个这样子的可以说合格的弟子在修持这个大圆满法，但之后可以说是让种多杰之后可以说他是弘扬大圆满法最主要的上师。所以康卓宁蒂的一个教员当中就有一个授记说，让种多杰有对他一个授记说，登地之菩萨直至大海广弘扬，这样一个授记就在说他。那么再来让中多杰的弟子，同时也是冈仓的实修传承这个祖师之一，就是拥敦巴。那么他精通显称，尤其呢精通这个阿毗达摩集论，然后对于新旧密续可以说一切的法无一不晓，可以说当时藏传佛教的灌顶口传教授他大概全部都通晓。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听法的文法笔记，哇，就完全都读不完，太多了。他呢一直让种多杰和普敦2位大师，他也跟随苏日讲巴森叶学习了这个经幻心3部，然后他成为了这方面这个权威，讲说的权威，而且他也写了这个秘密藏序的一个注解叫明镜，而且这部注解比起其他这个秘密藏序的注解是更多人去传讲的，被更多人讲说的。而且尤其呢，他是特别专精这个研磨幻轮结魔法，所以他很具备这种咒的力量，密咒的力量，他有很强大的威力。所以讲到这里有一段故事哦，这个故事就有关拥敦巴的故事。就有一次呢，萨迦派的具德上师松南港村，再来还有昆圈多波瓦，再来佛子图美桑波，就是佛子行37颂的那个作者，他也在。再来就是拥敦巴，就他们这4位大师有一次呢，就4个人聚在一起，就很难得一个机会，4个人聚在一起。当时多波瓦大师就开玩笑的说，因为都是大师嘛，他就开玩笑说，
那我们要不要就实现一下神通吧，比比看，或者说说一说，讲讲自己的神通吧。那多波瓦就说呢，所有的藏传佛教的经典都在自己的心中。总之，他就说出了他的神通，就所有藏传佛教的典籍，他的心中都有。那个萨迦派具德上师，他就说，他的能力就是他永远不断的都在领受4种灌顶。所以换句话说，他不停的都在修持密乘。那他就是这位大师就说，那佛子这个摩珠托妹，就是因为他是修持菩提心的嘛，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我的菩提心呢从来没有断过，这是他们实修的这种觉受实修的这种征兆吧。所以他们3位就说出了各自特殊的这种征兆力量。接着呢，轮到雍敦巴大师了。他呢，这种密咒的力量，咒术特别强嘛。尤其呢，他特别修持这个研磨。他修持研磨时候有一个骷髅头，他不是只有头盖骨的，他是整个头都有的骷髅头。不是干的那种头，是真的一个人头。就是个总之是个头，骷髅头这样子。所以他就把这个骷髅头拿出来了，然后他就持了个咒，结果呢，这骷髅头呢就自己开始跑了，然后呢龇牙咧嘴的就在那跑，就动起来跑起来了，就好像有脚一样，就到处跑。其他3位大师都吓坏了，这谁都怕嘛，谁都吓坏了嘛。突然看到骷髅头自己在那跑，这3个就说这吓死人，这个雍敦巴太厉害了。其他3位大师都吓坏了，你这个雍敦巴你大概真的是这个有咒术神通的力量啊。所以这就是有关他这个咒术神通这个不可思议的一段这种故事。那么在之后历代的噶玛巴呢都学习过很多尼玛派的教法，这部分内容很多就不多说。接着讲到噶玛巴米觉多杰，那么他呢在公布泽拉康的时候，他很多次就亲见到莲师，然后莲师授记他这种消除战争的这种授记，有这样的一些授记，这以后有时间再说。不仅如此呢，而且我们说有莲师8变，还有降8尊，还有8代噶玛巴。这个米值多杰呢也见到了这样的景象之后，他就写下了一个上师相应法。这个上师法就叫做降密封教言之上师相应法，全名叫做降卓威广播优扎巴之正法密封教言，在他的米值多杰教言当中有。那这个降密封教言的上师相应法，跟我们刚刚上师相应法叫4座上师相应法呢，内容大致是相同的。4座相应法呢比较简略，那个降密封教言就是之上师相应法呢，它是比较广的。再来还有3、4函、3、4卷米值多杰写的叫引荐3身4身的一个注释。
那里面呢是依照了噶玛巴西的这个思想，也就是按照了宁玛派的思想来解释三身跟四身。所以可以看到米芝多杰呢也跟宁玛派是有关联性的，透过这个介绍一下。那么一般来说，宁玛派我们说有扶藏师，这个大部分这些著名扶藏师，他们的扶藏主都是噶玛巴师徒，而且通常这个扶藏师到底是不是合格，谁来判定呢？都是噶玛巴来判定。那我看到一些文献中都是这么写着的。那么从这个大司徒确吉琼乃前后冈仓噶举教派当中，就大量的兴起这种兴盛扶藏法。这时候大大小小寺院，我们说初始法会啊，还有各种的大小法会可以说70%以上的修法的内容仪轨内容都是宁玛教法，所以可以说是在噶举宁玛双融的情况之下在修持。但其实宁玛的力量是更大的，甚至呢在冈仓噶举里面还有一个情况，在当时就是在可以说传法这交付实修传承教法这样的时候，这个交付的传授的也是宁玛的教授，所以以至于呢，因为噶举派都在讲的教的传的都是宁玛的教法，以至于说其他的教派的学者大师会嘲讽噶举派说，噶举派的人比起自宗噶举教法，他们反而更精通宁玛派。所以从上面刚刚讲了很多这些历史，很简略的讲了一下历代噶玛巴。所以我们看到历代的祖师，过去历代噶玛巴也好，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自己的法脉，对于其他的宗派等等都是非常的尊敬跟重视，很相信，也具备这种静观，而且他们的心理上跟每个教派都很亲近，只要可以他们都会到这些上师跟前，不同教派跟前去学法，去修持，而且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去护持对方，去护持这些教派，跟照顾这些上师，照顾这些教派。所以听到这些故事这些殊胜的历史故事公案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我们真的应该效法，应该让这样子一个好的传承延续下去。我觉得这是身为传承一份子的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责任。但是除了去跟其他教派去学弘扬之外，但眼前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先专注于我们自己这个传承的灌顶口传教授，还有我们的论点，还有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历史各方面，我们要去延续，去持守跟弘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各个世界各宗教佛教都面临一个这种挑战的这样一个时代，尤其呢藏传佛教也是正在经历这种内外各种的这种挑战，各种磨难的一个时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爱护自己的传承跟宗派。自己不守护，没有人会来帮你守护的。其实回顾一下我们噶举派这近100年的历史吧，噶举派真的是可以说很辛苦。一方面来说是受到了这种内外各种政治方面各方面的这种打压和迫害，甚至呢被排斥为像是外道邪教一样，连这个灵骨都不准使用到这样的地步。
然后教学实修的体制也完全的衰败跟凋零，僧人都没有可以学习这样的条件跟环境。这是外在的环境，甚至自身来说呢，内在来说，自身身为一个噶举派的这种尊严都没有了，热忱也没有，看不到了。然后不管噶举整体和个别教法的灌顶传承，这些教授要怎么延续也不管了，然后我们的经典在哪也不去，也没人管，都没有人有心想要去学习到底噶举自己的经典和文化是什么。所以噶举别的教派在看我们噶举派的时候，他们都会很鄙视的说，哦，那些住在山上的外道呢，甚至在这样说噶举派。所以真的现在来看，噶举的本质就快要丧失了。然而也的确现在很多是噶举弟子都已经觉醒的时候，很多都已经觉醒，不能说迟吧，但也不能说早。总之我们现在一定要赶紧去找回噶举祖师这些传承下来的这些灌顶口传教授的传承，还有这些古老的经典，一定要找回来，好好的去守护，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很多地方等待我们去努力。如果再等太多年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这么去做。什么叫做当我在说要好好保护自己自宗自派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说，你这是不是这种这种太护太偏执自己的宗派。我举个例子来说的，如果说问一个佛教僧人有关基督教的内容，结果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回答基督教是什么，然后问他佛教是什么的时候，他却回答不出来什么的话，这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没有比这更加难堪和丢脸的。我不是说基督教不好，而是说我要说的是，的确我们必须要去学其他宗教，甚至说所谓的其他教派的教派和思想修持要去学，甚至应该要去学习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的内容，这很重要。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都应该是要先学好自宗的内容，自宗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有什么都不知道，自宗的学习都没有，就去学别的话，那就叫做真的就是要舍本逐末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扎实自宗的学业、事业和道业。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为这个传承的弟子最根本的誓言，最重要的责任，也是现在最紧要达成的任务。这是我自己这么想着的，也是我这么努力在做着。那么希望在座的各位，那大家都是噶举的追随者、传承的弟子，也希望大家能够提起这样的一个愿心也祈愿我们能够可以说同心协力能够让我们一起来守护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噶举的教派。所以呢，上面很简单的可以说了这个第八世法王的这个事情，很多人会说，哇，花了2天，为什么要讲这事情讲这么久呢？那主要米觉多杰他一生当中很大的一个事件，就是有人冒充他的名义写了这个批评尼玛的文章，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要讲一下。第二个很大的事件就是
米之多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透过这个事件，我们多去了解一下米之多杰他的个性，然后透过这个事件去了解到米之多杰他身口意各方面，他的可以说他的故事，他的事迹，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次还透过了网络，让更多人清楚知道、认识米之多杰，知道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觉得很高兴。高兴的原因有几个，一个是米之多杰他可以说受了400多年的这种委屈和冤枉，这算是为他伸冤了。至少让大家对于那篇文章到底是不是米之多杰所写的，提出了讨论跟质疑我觉得光是能做到这一点，我也很高兴。第二点，从历史上也让大家知道噶举和尼玛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这是我们必须真的要认识的。知道之后，而且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噶举跟尼玛之间能够可以说相米相互之间的这种芥蒂和纷争，然后同心协力的，然后一起为各自教派弘扬努力。2008年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到国外。1999年到印度，2008年才到国外。总之那段期间我都没办法出国。总之反正2008年我到美国，当时到了这个 California 加州，当时见到了钦列努布仁波切。当时董事钦列努布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心愿，我就请问他说您有什么样的心愿呢？仁波切就说过去16世房在隆德寺的时候很盛大会修这个初时莲师法会，而且会跳这个金刚舞，但之后听说呢你好像取消了，有人说你把这个取消了，请你不要这么做，请你再恢复那样的一个法会。当时我一听之后我满头雾水，我说有这回事吗？我当时我就说应该没有这回事吧。我想从16世法王那时候制定了这样修法到现在应该没有断过吧。当时我就这样跟他说，其他我也没得说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连梦都没梦过说要什么要停止修持这样的莲师初时的法会，所以到底为什么仁波切会这样想，是谁跟他说的呢？所以真的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都到了21世纪了，我自己都碰到了有这样的误会，就有人会这样子去传一些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一起为了未来这个努力。所以如果未来呢，这次我对于米之多杰的这篇文章又多做了一些解释，尽力解释。然后未来海内外的藏族们，你们如果能够提出更多的证据例证的话，
我们一定很欢喜接受，也会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只有靠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于我们藏地过去的到底这些历史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更准确的一个了解，还原一些真相。我觉得这是佛教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